乡亲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5，旧历的6月23，礼拜四。新闻的头一条，继续来关心国安局偷渡免税分的风波。甲这个代志压出来的关键人物，就是立委黄国昌，伊个亲身到海关去清查物品。因为国安局除了偷渡9800条的私分之外，还有偷渡其他的免税品，但是遐个货品即摆是不知去向，还佫有运送私分的5台货车，这是证据。当场竟然是无查扣，即摆这5台货车嘛是下落不明。另外，这个派车单到底是假签假准的？黄国昌要求总统府要出面讲好清楚。侦查不公开，绝对不是违法滥权的遮羞布。大声呼吁行政部门袂使用侦查不公开作为借口。刘伟黄国昌前一天亲自到海关清查货品，伊讲华航员工买物件，毋若干那分。除了吴宗宪他所违法走私带进来的9800条香烟以外，还有其他的东西，东西到哪里去了？不要以为没有被查扣到，就这样蒙混过关。还有别的东西。黄国昌嘛希望总统府将过事件讲清楚。开始整个调查以前，我已经有发公文去府方。开始完了以后，我也发公文去府方，连派车单白纸黑字的东西是谁签的，都不能告诉大家吗？运送私分的5台货车不被查扣，车到底伫倒位？我找不到那个货车。请问这个货车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台北地检署，你们知道吗？调查局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连作为犯罪工具之用的货车，现在在哪里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对着华航停厝名单，黄国昌痛骂这只是欺骗过关，9800条的私分风暴是愈演愈大，牵连到人事物嘛渐渐浮上台面。